考神父麼，中校董麼，校長麼，各位老師麼，各位同學麼。咁小六嘅同學仔咧，經過咗種種嘅困難同挑戰，而家咧已經完成咗整個小學嘅學習階段。咁喺佢離校之際，讓我哋都藉住今日嘅禮儀，為畢業嘅同學祈禱，求天主喺佢哋往後嘅求學旅程當中，繼續保守佢哋，賜俾佢哋恩寵。咁今日嘅禮儀咧，將會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咧，我哋將會進行祈禱會，感謝天主派遣聖神賜俾我哋各種恩寵，以及不離不棄咁樣保守我哋。第二部分咧，將進行畢業生派遣祝福禮。而家就等我哋懷住感恩嘅心情，以十字聖號開始祈禱會。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現在讓我哋同心頌唱聖詠天主聖神。人生每一個階段當中，天主都派遣聖神陪伴同引領我哋，使我哋喺成長當中獲得智慧、勇氣同力量。今日當我哋懷住感恩嘅心回顧校園生活，並且展望未來嘅新旅程之際，讓我哋都祈求聖神繼續臨在喺我哋當中，光照我哋嘅道路，堅定我哋嘅信德，引領我哋活出天主嘅愛。而家讓我哋聆聽天主聖言，有請同學為我哋誦讀。恭讀加拉達書，聖神的效果卻是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關於這樣的事，並沒有法律禁止。凡屬於耶穌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欲釘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們因聖神生活，就應隨從聖神的領導而行事，不要貪圖虛榮，不要彼此挑撥，互相責盜。弟兄們，如果見一個人後於某種過犯，你們既是屬神的人，就該以柔和的心情矯正他。但你們自己要小心，免得也陷入誘惑。你們應彼此協助，背負重擔，這樣你們就滿全了基督的法律。人本來不算什麼，若自以為算什麼，就算欺騙自己。各人只該考驗自己的行為，這樣對自己也許有可誇耀之處，但不是對別人誇耀。因為各人要背負自己的重擔，學習真道的，應讓教師分享自己的一切財物。你們切不要錯了，天主是嘲笑不得的。人種什麼就收什麼，那隨從日程撒種的，必由日程收穫敗壞。
然而，那隨從聖神撒種的，必有聖神收穫永生。為此，我們行事不要厭倦。如果不鬆懈，到了適當的時節，必可收穫上主的話。感謝天主。各位老師、各位同學，跟住你生我哋啦，我哋嘅家人、朋友、老師，今日你嘅老師同佢哋咁多年照顧你哋、教你哋，所以我哋都係好感恩。我細個嘅陣時都有老師，之後喺大學都有老師。有我廣東話都有老師啊，所以我哋都知道好難得。我哋都感謝天主，因為佢哋信任我，所以喺聖德學校呢，天主都俾好多助力。透過唔同嘅方式，天主喺我哋解釋咗佢嘅愛同埋照顧，所以我哋感謝天主，佢對我哋嘅愛同埋照顧。你哋好快就會畢業，所以我想問下你哋呢？你哋有咩感覺啊？天主愛你哋，所以咧，你哋係聖德學校，你都有呢個機會。感謝天主，感受到佢嘅愛，聽過佢嘅説話。好多時咧，你哋聽到天主愛你哋，呢個係真理嘅。因為天主愛你哋咧，佢都會照顧你。我哋成日咧會做新嘅嘢，或者有時需要做有啲難嘅嘢咧，嗰啲都係緊張嘅。都得一個天主會同你哋一齊同行嘅。天主時時都記得陪伴保護你哋，所以咧係開心嘅時間，好天主係個我哋好感恩，喺困難嘅時間，希望我哋都係信賴天主。你哋喺呢度接受好嘅種子，信仰嘅種子，呢個種子係你嘅心，係你嘅心裏面成長。喺新嘅學校咧，其他嘅學校嘅嗰啲學生，你哋都係已經有呢個信仰嘅種子，你哋已經聽到天主嘅説話，感受到佢嘅愛。所以希望咧，我哋實踐呢個愛，希望我哋俾天主嘅愛喺我哋嘅生活裏面成長。所以第一樣嘢想強調就係呢個天主愛你哋，佢保護你哋。你哋應記得耶穌教導我哋最緊嘅誡命係乜嘢啊？愛主愛人。愛天主同埋愛其他人愛天主咧，就係我哋記得天主啦，感謝天主啦，祈禱啦，聽佢嘅説話啦，記得天主呢個就係愛天主。但係咧，愛天主有一個好現實嘅方法，我哋愛天主就係我哋愛其他人，要實踐呢個愛嘅誡命咧。因為耶穌都請我哋彼此相愛，所以咧愛咧就係愛爸爸媽媽啦，愛我哋嘅兄弟姊妹啦，係愛我哋嘅老師，聽佢哋嘅説話啦。頭先咧喺對方裏邊，我哋聽到，如果我哋實踐呢個愛嘅誡命咧，如果我哋俾
聖神帶領我哋咯。我哋生活嘅口號就係仁愛、喜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誠、柔和、節制。所以咧，今日我哋都求主耶穌幫助我哋，希望我哋會實踐呢啲愛嘅嘢，使到咧我哋嘅生命都有好嘅果實。呢啲仁愛、喜樂、平安、忍耐嘅果實，咁樣咧我哋會有喜樂，同埋咧其他人喺我哋嘅旁邊嗰啲人咧都會獲得喜樂。我哋特別咧，亦求天主保佑你哋，照顧你哋。我哋都為你哋嘅家長祈禱，佢哋都好愛你哋，咁多年咧係照顧你哋、支持你哋嘅，所以我哋都爸爸媽媽都要感恩。我哋都為你哋老師祈禱。佢哋都唔捨得你哋人，所以我哋一齊為你哋祈禱，同埋咧我哋求天主俾身體健康、平安喜樂你哋，同埋咧希望你哋幫助其他人喺社會上咧，我哋會發展咧嗰啲愛嘅人才，天主保佑。願我哋咧帶住聖神俾我哋呢7個嘅恩寵，繼續喺人生嘅道路上邊結出更多聖神嘅果子。而家就讓我哋一齊頌唱聖神的果子，以歌聲獻上我哋嘅感謝之情。仁慈的天主聖神，感謝你賜給我們父母，帶給我們生命。父母悉心照顧我們生活中的一切，用愛養育我們。求你賜給我們的父母身體健康，能喜樂地履行作為父母親的神聖使命。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仁慈的天主聖神，感謝你賜給我們老師，他們不但傳授知識，更以生命作見證，教導我們做人之道，引領我們認識基督的真理。
求你賞賜他們一顆堅毅的心，使他們生命教育的使命終於照耀，悉心栽培為社會、為國家、為教會作出貢獻的新一代。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仁慈的天主聖神，感謝你賜給我們同學，讓我們在聖德蘭學校相遇，一同學習，一同成長，共同留下珍貴而美好的回憶。求主祝福每一位畢業同學，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常為信德、喜樂與愛德，勇敢追尋理想，彼此關懷扶持，並將在學校所學的美德與精神延續下去。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仁慈的天主聖神，感謝你讓我們能在聖德蘭學校學習，度過一段蒙你祝福的時光。這裏不單是我們求學的地方，更是我們認識你、學習愛與服務的地方。今天，同學們即將踏上人生的新旅程。求你賜予我們信德與勇氣，使我們不論身處何方，仍能秉承門校的教誨，實踐校訓、勤、學、仁、愛以及三無素質，成為好兒女、好學生及好公民。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天主，你智慧創造了寶山，又賜給人類智慧，使人識真理。請仁慈地俯聽我們的祈禱，使即將畢業的學生能因他們在校外接受真理之的熏陶，活出教訓，在社會上努力實踐愛的生活。願你的聖子耶穌帶領我們今生度正直的生活，日後為他作見證。他是天主，和你及聖神，永生永活。阿們。願主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願盡力天主、聖父、聖子、聖神蒙福你。阿們。祝大家平安。祝神福平安。現在有請下神父帶領我哋誦念伏求聖神作文經，一同請求聖神嘅帶領。天主聖神，求你降臨，從至高的天庭放射你的光明，共人的慈父，求你降臨，
一重的施主，求你降臨，新日的真光，求你降臨。你是最會慰藉人生的聖神，你是我們衷心歡喜的嘉賓，你是人生旅途中舒適的庇蔭，在勞苦中你是調劑，在紅葉裏你是清風，在悲痛時你是慰藉，你是幸福的真光，求你照射着我們，充滿你純淨的身心。沒有你的幫助，人便一無所有，人便一無是處。求你洗淨我們的污穢，醫治我們的創傷，滋潤我們的潮水。求你馴服頑強的人，溫暖冷酷的心，引領迷途的人脫離迷津。凡是信賴你的人，求你扶助賜予豐富的恩寵。施予慈愛的照顧，求你賜給我們修德的能力，賜給我們善終的同恩，施予我們幸福的福音。阿們。感謝夏神父，請夏神父回座位就座。好啦，咁接住咧，請各班小六嘅實習生人去上前喺校長手中接受詢問，期間讓我哋一同頌唱《兒童歌》。參與我哋當中啦，去為我哋咧今屆嘅畢業生咧去送上祝福同埋祈禱。啱啱咧都喺各位同學咧嘅手中，我都一一咧都將呢個學校嘅一個紀念咧送俾大家嘅。其實更多咧係希望咧各位同學咧可以藉住呢個紀念咧，時時刻咁樣提醒自己，聖德蘭學校喺呢9年裏邊咧，究竟俾咗啲乜嘢你哋？咁咧我好想考下大家嘅。知唔知道咧有邊3個標記咧可以讓人哋認得你係嚟自聖德蘭嘅？有冇同學可以話到俾我聽啊？3個標記。第一個標記，我哋嘅校訓，齊齊話俾我聽得唔得啊？一齊嚟啊！1、2、3。冇錯啦，當你能夠喺你嘅生活裏邊顯示到勤學仁愛嘅精神咧，你就嚟自於聖德蘭㗎。
仲有第二個啦。守着記得手規分真誠關懷，得落呢個學習。係啊，得啦，一齊講好嘛？第二個標記係咩嘢啊？3號學生，邊3號？自動手開，一齊講埋咗啦。積極學習冇錯啦，呢3號咧係讓我哋能夠咧可以做好學生、好兒女同埋好公民。嗱，呢兩個標記咧，你哋都能夠正式啦。第3個又知唔知係咩啊？愛主愛人。非常好，我哋俾掌聲大家。呢個咧亦都係咧啱啱下神父咧喺分享裏邊咧特別講到嘅。當你能夠愛主愛人嘅時候咧，你就係嚟自一間天主教學校嘅學生，呢個係好重要。嗱，聖德蘭學校咧成日都咧有一樣嘢咧掛喺嘴邊嘅，有一個字，邊個字啊？愛，冇錯啦。咁咧學校咧9年嘅時間，話長長，話短短，但係咧好希望各位同學咧喺學校裏面咧係能夠感受愛、學習愛同埋實踐愛。你嚟到天主教學校，你一定係感受到我哋經常咧去讓你咧能夠知道嘅就係耶穌基督嘅愛同埋天主嘅愛。我哋仲好特別添，我哋有聖女小德蘭做主保，係咪啊？一路咁樣陪伴住我哋咧向佢學習，我哋咧以佢為模範，去學佢點樣喺小事裏邊咧去能夠咧去付出，去能夠咧實踐呢個愛。所以咧，當我哋能夠咧喺日常生活裏面咧換出呢3個標記咧，人哋就知你係聖德蘭學校嘅學生。更多咧唔係叫你哋咧去叫做咧幫學校咧去宣揚，更多係讓你哋透過你哋自身咧去讓人哋咧更多認識耶穌基督。我哋咧雖然每位同學咧即將咧都會踏入新里程係咪啊？你哋都會去到咧唔同嘅學校，今年咧去嘅學校數量咧仲特別多啲添。即係話咧，我哋更加有更多嘅一個方式咧，去讓更多學校嘅同學咧認識我哋，認識你哋係嚟自於咧喺聖德蘭學校學習到嘅天主嘅愛。咁咧，我哋從來咧都唔係話期盼咧各位同學仔咧，你哋要考幾亮麗嘅成績，當然努力學習係好重要嘅。但係更多就係平日咧，你哋能唔能夠咧喺學校裏邊咧發揮呢個愛嘅精神？呢個愛嘅精神係講緊咩咧？就係啱啱我哋講嘅嗰幾個標記啦。校長今日咧想將你哋咧呢9年嘅成長咧化作咧一隻蝴蝶去講嘅。咁咧各位同學都知道蝴蝶嘅一生成長係點樣㗎？有4個階段㗎嘛，係咪？咁我哋咧由細到大咧，其實咧我哋都可以用呢個蝴蝶嘅一生去做嘅。我哋細個可能咧一路識㗎，會將兩樣嘅，好似睇落咧唔知能夠做啲乜嘢喎。咁慢慢咧經過成長啦，去到咩啊？卵之後到咩啊？幼蟲係咪啊？慢慢咁樣蛻變去到咧蛹嘅階段。蛹嘅階段前夕其實係為咗要變成乜嘢？變成蝴蝶。校長好想將你哋比喻成咧，每個都係獨特嘅蝴蝶。但係喺變成獨特美麗嘅蝴蝶之前咧，一定係有咧經過蛹呢個階段。而呢個蛹咧，你喺入面嘅時候咧，你係必須要咧經過好多不斷嘅一個成長同訓練，你哋先至能夠破開呢個蛹啊，然後變成美麗嘅蝴蝶。你哋個個都係咧天主獨特好愛錫嘅每一個孩子嚟嘅，所以你哋都係每一隻美麗嘅蝴蝶。但係呢個美麗咧，每個人都會唔一樣。但係點樣變成一隻點樣美麗嘅蝴蝶咧？係好靠我哋呢9年裏邊咧，你哋點樣去努力啦，然後不斷咁讓自己成長啦，同埋經歷咗唔同嘅一個咧去挑戰啦，或者學習啦，然後不斷咁樣修正自己咧，去成為今日嘅你。所以咧，校長好希望咧，就係咧喺呢個旅程嘅呢一站裏邊咧，能夠讓你哋知道，我哋每一個人嘅陪伴都會化成一個力量咧，去陪伴住你哋走未來嘅路嘅。所以無論你哋將來去到邊一間學校都好啦，呢個標記會喺你呢隻蝴蝶上邊咧一路帶住嘅。要記住啊，我哋勤學仁愛嘅精神，仁愛係最重要嘅。
呢個愛嘅標記，讓你有足夠嘅底氣咧，去到每一間學校裏邊嘅做展。但係更多嘅就係希望你哋願意去回應啊！正如啱啱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校長每俾一個信號嘅時候，都有同你講過一個説話啦。係啦，繼續努力，繼續加油。原因就係咧，我哋咧成長路上仲好漫長㗎，我哋未停落嚟㗎，校長都要繼續啊！所以希望呢份努力加油咧，係今日喺祈禱會上面想帶俾你哋嘅。今日祈禱會好有意思㗎，聖神祈禱會。邊個一路降臨喺我哋身邊啊？有冇留意成日有時校長祈禱我特別求聖神嘅？請聖神臨在喺我哋當中係咪啊？幫助我哋陪伴住我哋。原因就係聖神代表住天主，代表住佢喺我哋身邊度一路陪伴我哋成長。但係要緊記喎，天主嘅陪伴咧，唔係幫你排除，唔係幫你拎走所有喺你前面遇到嘅一啲困難同埋難題。但係佢會喺你遇到嘅時候咧，佢會陪你行過，同埋陪你不斷咁喺嗰度咧修煉，然後咧讓你有能力咧踏出嗰步過去。所以咧，天主一直喺你後邊，而呢個聖神帶領住我哋今日咧，我哋希望校長反而希望你哋咧能夠有個感受就係，我哋咧呢度咁多隻蝴蝶咧，我哋其實一直都係天主嘅花園裏面嘅。呢個花園裏面咧係有太陽啦，有雨水啦，又有樹啦，有草啦，又有好靚嘅花朵去陪伴住我哋。呢啲嘅嘢咧就係代表住我哋嘅家人啦，我哋嘅老師啦，係咪啊？我哋嘅同學啦，其實就喺我哋身邊。但係呢個花園咧好大，你哋終於行咗花園嘅一個部分啦。嚟緊要繼續喺呢個花園裏邊咧行更廣闊嘅路，所以咧希望你哋每個人咧願意回應。啱啱咧我每次俾你哋嘅信嘅時候講，同你哋講繼續加入努力嘅時候咧，我都眼神都望你哋一下㗎。其實我喺度求緊你哋回應啊！有啲同學就留意到嘅，有多謝校長，我知道啦，咁我都有聽到嘅。但係咧，未來喺中學嘅路上咧，更多係需要你主動啊，同埋願意去參與，願意去回應。所以咧，啱啱我見到學神父問問題嘅時候咧，我好想睇下呢啲同學好積極嘅，希望你哋擁有呢一個態度，積極學習就係咁嚟㗎啦，唔係個個要去考第一。但係個個要願意，要努力，要願意咧將自己裝備更好嘅自己，去喺社會上邊咧願意貢獻，願意參與。所以呢個好重要。有冇記得校長一次好似我係早上嘅祈禱嘅時候，我分享過一個故事，就係講緊破水龍啊，係咪啊？有一個好好嘅水桶，有個爛咗嘅水桶。其實咧唔係講緊個水桶有幾爛。係希望同學明白就係，我哋每個人都會有佢嘅長短處嘅，但係咧，無論點樣嘅特質嘅人都好啦，佢都會能夠咧，可以咧為身邊嘅人啦、身邊嘅事啦，去出一分力。所以個破水桶到最後佢係點樣？令到佢一路路過嘅路旁嘅花係點啊？開得好長，係咪啊？但係咧，我哋仍然都有好多同學仔咧係唔同形態嘅水桶同埋蝴蝶，唔同形態嘅蝴蝶。但係希望咧各位主動，今日咧聖神祈禱會仲有另外一個元素咧係不斷咁強調嘅，就係聖神嘅果子啊！你要願意去摘取㗎，係咪啊？你要願意去擁有，你要願意去尋求，咁樣先至可以將呢啲咁好嘅素質咧喺你身上做呈現咯。所以今日校長咧喺呢度咧都代表我哋所有嘅老師咧，將呢份祝福咧送俾大家。但係更甚嘅就係希望各位同學有一樣嘢啊，仲有一個最大嘅標記，你係識得埋嘅同學仔，你一定要識嘅感恩。感恩路上一路以來你哋遇到嘅人事物，感恩每個人陪伴你成長，感恩每件事令你有力量，感恩每個同行嘅人俾到愛嘅感受你。所以咧，希望各位同學可唔可以用熱烈嘅掌聲，都多謝現在坐喺我哋身邊所有嘅老師、所有嘅同學，好嘛？係啊，好重要嘅，因為呢一個係我哋嘅表達，我最希望嘅就係咧，聽到你哋親口對佢哋講一聲，老師多謝你哋。同學，多謝你哋呢9年裏面嘅陪伴，成為我哋嘅好夥伴。老師
師成為我哋咧喺學習路上嘅明燈同指引。咁咧亦都要感謝㗎，我哋咧更好嘅就係喺教會學校裏邊，我哋有神父嘅陪伴，係咪啊？亦都有我哋校長們嘅關心，可唔可以都俾啲掌聲佢哋啊？希望咧，你哋咧都帶住咧今日咧所聽到，無論神嘅好，校長都好啦，老師都好啦，一陣間中校局都會俾一啲寄語我哋嘅，將呢啲嘅今日所聽到嘅內容化成你哋內心好重要、滋養你哋走出聖德蘭嘅一個養分，好嘛？咁都俾啲掌聲自己好嘛？係啊！就係因為你哋願意出嚟，願意喺成長嘅路上咧奮鬥到現在，所以咧喺畢業禮裏邊咧，亦都係你哋咧去攞到呢一個成果嘅重要時刻。但係仍然都要緊記嘅，啱啱校長所提到嘅係希望你哋能夠咧有一個堅持嘅心。無論將來遇到咩情形都好啦，你哋要知道我哋心底裏邊係好重視呢份愛，同埋好重視呢一份嘅能力嘅付出。咁所以咧亦都期望啦，將來咧喺唔同嘅學校裏邊咧，聽到你哋將來嘅老師啦、校長啦，俾個回饋我，讓我知道咧你哋咧係有努力咁樣展現，好唔好？校長咧最後都再次衷心咁樣祝願各位同學啦，未來嘅路咧校長都講唔定，亦都冇人知係點嘅。但係咧，一步一腳印，一步一腳印要走出嚟，同埋咧要願意腳踏實地咁走，呢個係好重要嚇。好，多謝各位。我就想講出我真正嘅感受，就係我每次嚟到聖德蘭咧，我都感到一種溫暖嘅，即係好似返自己嘅屋企咁樣。除咗佢哋接受人嘅愛之外，我哋都要俾翻人嘅愛嘅。咁你哋頭先講咗好多，我都唔記得你哋嘅教訓㗎。咁但係我記得你哋話會有愛主愛人，即發性地講出愛主愛人，非常之好喎。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口號，呢個真真正正喺內心嘅一種信仰嘅氛圍。我要愛天主，亦都要用愛心嚟對待我周邊嘅人。所以喺度再次恭喜你哋已經完成咗一個階段，你哋好幸福喺聖德蘭學校完成嘅4個階段。咁將來頭先你哋講要成為鹽、成為光嘅，咁即是話你無論考到去邊間學校，咁你要係將喺聖德蘭所受嗰種培訓、嗰種信仰嘅氛圍，係讓大家見到，讓人家喺你身上見到耶穌基督。祝福各位！但同時咧，我邀請咧有畢業嘅代表咧，都會致送禮物咧俾下神父同埋中校組喎。咁我都請咗神父、中校組、留校長同畢業生嘅代表咧，一同發照留念。神父、校長、老師和同學會見證下。作出以下承諾，作為聖德蘭學校畢業生，我承諾盡力活出無效的教誨，在生活中履行仁愛，關顧弱小，幫助有需要的人，以活出天父的愛。我亦會在生活中教學，在學習中勤奮努力。珍惜學習的機會，並善用天父給予的才能，為使日後能服務他人，為社會作出貢獻。感謝全體畢業生，請全體畢業生保持站立。大家咧，期盼咧各位同學咧喺生活當中咧能夠實踐剛才嘅承諾。而家我邀請下神父、中校組、校長同老師們咧嚟到台前面，派接受祝福畢業嘅同學。必計的畢業同學，天主接受你們的聖召。我現在派言及祝福你們，以言以行持守你們剛才所作的承諾，繼續善用天主的恩賜，邁進新的學習階段，努力不懈，
主繼續賜給你們恩寵，引領你們遷就的道路。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嗱，咁而家咧就讓我哋觀看一段嘅影片，回顧同學們歡樂嘅校園時光。夜空中最亮的星，否听清他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雨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大家好，我係6年人班嘅學子。我哋嘅小學生個晚上就要講結束，我喺呢度唱講一聲感謝，感謝老師呢6年嚟嘅錫身照顧、耐心陪伴，教識我哋知識，陪伴我們成長。你哋嘅生活同埋溫柔，我會一直記喺心入邊。其次，我都想感謝我嘅同學，我哋一齊歡笑，一齊進步，一齊為考試加油。係你哋令我喺呢段小學生活入邊有個難忘又美好嘅回憶。小學、初二係中年，都係人生嘅起點。未來我會繼續加油。踏實前行，唔辜負老師嘅教誨，都唔辜負自己嘅努力。最後，我祝願所有老師工作順利，祝願所有同學們前程似錦。我嘅發言完畢，多謝大家。
我準備小學畢業，我想同在場嘅老師講聲多謝啦，尤其是係跟住一直教導我嘅劉 Sir， 我想感謝你，跟住一直對我嘅照顧，多謝上。大家好，我係讀2班會嘅。喺一開始小學嗰時候，我係好腼腆嘅，冇多謝各位老師嚟教我啦，令到我變得開朗。我最想感謝嘅係盧先生，就係一開始開學嗰時候，我覺得佢好嚴厲，後尾都覺得佢其實都係好嘢啦，跟住喺面前都有開心喊到緊張，都有擔心過你嘅成績，好多謝你。大家好，我哋喺呢度咧，我哋想多謝教導過我哋嘅老師同埋同學，因為咧老師們咧一直去好包容我哋啦，同埋一直好悉心咁樣教導我哋，並且同埋同學咧一直陪伴住我哋成長，喺我哋呢個路上咧都做咗我哋堅強嘅後盾。所以咧喺呢個9年時光入邊咧，我哋最想感謝嘅咧，就係毛先生，因為佢呢一年咧唔單止俾我慶祝咗我第一個喺學校入邊慶祝嘅生日啦，仲為我哋提供咗好多零食，即係幫助咗我哋好多。然後咧，毛先生咧佢會將佢傷心嘅事咧都會同我哋講，即係好似互相交換自己嘅把臂一樣啦，我哋好似成為咗對方嘅朋友咯。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喺呢度我想分享嘅毛先生同埋劉 Sir， 佢哋一直守護我哋中小呢個團隊。其實入邊愛心嘅就係我哋反覆練習唱歌，從不放棄任何一處細節。係我哋失去信心嗰時候，總有溫柔嘅給予我哋鼓勵。就算排練到下午6點，但係老師依然全程陪伴，從未有半分退縮。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6年2班黃燕晴。我喺呢度十分之感謝所有嘅老師同埋同學，老師們平時嘅細心照顧，同埋同學們平時嘅陪伴，都十分感謝你哋，更感謝校長平日默默地支持我哋去做每一件事，去耐心去指導我哋，都為我哋準備咗好多設施。祝校長可以桃李滿門，老師工作順利，同學可以喺中國更好，做一個更全新嘅自己。大家好，我係6班吳佩璇啦。咁喺小學6年啦，我哋雖然成日都換班，但係同同學嘅感情都係好好嘅。咁我要感謝各位老師，感謝顏先生啦，感謝黃先生。因為咧，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我説話能力都 OK 嘅，然後老師咧都係咁俾機會我去做司儀，做唱歌，等我有展現自己嘅機會。都好感謝音樂科陳先生啦，成日都俾我唱歌。然之後好感謝各位同學喎，同我一齊笑，即係點講好咧？落小息嘅時候咧，我哋一齊食零食啦，偷食零食。咁感謝劉 Sir 啦，咁成日都會同喺常識科嗰度啦，俾我哋唔同嘅展演機會，都帶俾我哋好多知識以唔同嘅方式入到我哋呢度。最後我祝母校薪火盛宴，願各位老師歲月安然，祝各位同學青雲直上，頭程萬里。多謝。好多謝各位老師嘅悉心教導同埋無私奉獻啦。然之後好感謝同學們嘅支持同埋陪伴。我哋多謝林 Sir 啦、先生啦、連佢啦、新生啦同埋張生啦。
我係聖德蘭嘅一個幫助我嘅老師，同埋我佢喺上堂嘅時候都會講喜樂最悅人，但係我佢之後係我哋上堂嘅認真，同埋佢唔會盡力咁樣教導我哋，又唔會有內疚。大家好，我係陸志斌林平，我好多謝呢6嚟教我嘅老師啦，尤其是係謝禮方陳先生同埋譚先生，因為咧佢哋能夠做好多上參加比賽嘅機會，其實我好多謝今年教嘅語文老師袁區，佢會好細心教導我哋，多謝大家。多謝各位嘅老師嘅悉心教導，同埋各位同學嘅支持同埋鼓勵。所以我喺呢度要多謝各位老師同埋各位同學，多謝。夜空中最亮的星